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趙佐榮。2026年7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開幕式上面，以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為題嘅主旨演講，被某些媒體刻意話中國點解咁樣做呢？目的係將自身定位為全球人工智能新秩序嘅領導者，呢種舉措擺明係挑戰美國嘅主導地位。實際嘅情況究竟係咪咁呢？公道自在人心。首先，請朋友們睇一下我以下從習近平講話中摘錄落嚟嘅原文。原文其中一段係咁樣講嘅：中國人常講單元不成陰，獨木不成林。人工智能發展不應該是某個國家的獨奏，而應當是全球合作的交響。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在上海應運而生。1年前的構想已經轉化為實際成果，這是中方響應全球南方呼聲，團結國際社會積極推動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的重大舉措，將成為人工智能發展史上面一個重要嘅里程碑。接住落嚟佢又講，為進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推動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設，我宣布未來5年，中國將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5000個人工智能專題研修培訓名額，面向東盟、亞盟、非盟、拉共體、上合組織金磚國家建設國際人工智能應用合作中心，推動氣象智能預警方案，媽祖在30個國家落地應用，守望萬家燈火，護佑四海安嵐。各位朋友，以上我讀出嘅係中國關愛全球發展嘅一個心聲。其實習近平提出嘅以人為本嘅理念備受關注嘅原因，除咗強調咗建立由人控制嘅具備預警功能嘅人工智能系統嘅必要性之外，佢仲多次提及保持人工智能在人類控制之下嘅重要性。我認為呢一種重要性亦都係前瞻性。正如日前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包韶山教授 Warwick Powell 接受外媒看中國，英文名稱係 Report on China 嘅主播安柏賢，英文名字係 Andy Boham。訪問入邊，包教授係咁樣講嘅。佢話：我認為習近平主席試圖闡明一個全球關注嘅重要問題，那就是歸根究底，像這樣具有巨大影響力和潛力的技術，需要我們去正視、應對和利用，因為我們休戚與共，我們正處於一個充滿挑戰的時期，也同時蘊藏着一個無比激動人心的機遇。為了全人類，如果我們想要充分利用這個機遇，同時確保我們能夠規避那些最終會讓我們束手無策的負面風險，就要必須採取行動。我哋必須真正意識到我們同舟共濟，而做到這一點的唯一途徑就是強調開放的精神。當然，就挑戰而言，總會存在一種誘惑，尤其是在科技技術被融入到機構盈利體系、股票估值同埋權力體系入邊嘅時候，世界上面某一些勢力可能會試圖將重要嘅技術對世界大眾隱瞞起來，並且利用佢嘅獨特地位凌駕於他人之上。佢又話：我當然希望呢種情況唔會發生。而且我認為習近平主席嘅講話所闡明嘅戰略方向，有助於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習近平喺演講中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失控嘅危險，以及我哋人類必須繼續掌控局面嘅重要性。我嘅引述結束。中國嘅開放式同埋美國嘅封閉式，邊一個係符合大勢所趨呢？真正係惠及人類共同嘅福祉呢？不說自明㗎喇。本視頻同埋相關嘅鏈接已經上載到說明欄入邊，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嘅香港識頻道。呢個視頻嘅文字版，大家可以登上百度或者谷歌搜尋家國明星多媒體平台就可以找到嘅。又如果大家對呢個視頻感到興趣，請點讚訂閱，多謝大家。